4月17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個好有自信嘅人啊，好似喺 team 裏邊嘅一個隊長咁樣嘅，個人咧都會覺得你係一個 leader 嚟嘅，信念好堅定啦，覺得啱嘅嘢咧一定會做到最好，做到最美嘅。做嘢有熱誠，一啲都唔馬虎，不成功便成仁。你有一種唔服輸嘅精神，好多人咧都會跟住你向前行嘅。你嘅目標非常之明確，同埋你有足夠嘅執行力。喺感情方面咧，無論男女都係嘅，你好中意一種被對方依賴嘅感覺嘅，你唔識得詐嬌，你好享受咧對方同你詐嬌嘅嗰種關係嘅，自尊心比較重，一有衝突嘅時候咧就會單方面咁樣去決定同埋結束呢一段嘅關係，唔認為自己有問題，一定都係對方嘅問題。而性格方面啦，有少少偏向於只係顧自己嘅感受，而忽略對方嘅一啲感受。完咗之後咧，可能對方會覺得唔開心咧，你都未必會意識同埋留意到嘅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咧，因為你有一股唔服輸嘅精神啊，做嘢亦都好認真啦，同埋好努力嘅。咁無論你係打工啦，或者係創業做老闆啦，都係非常之 OK 嘅，財源滾滾嚟嘅。咁但係要記住啦，做生意嘅話咧，一賺到錢，千祈唔可以囂張，同埋唔可以驕傲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太衝啦，太忙啦，令到自己已經開始唔係好識得感受啦。你自己嘅感覺，你自己嘅感受，對愛嘅觸覺，對食物嘅味覺，你都開始慢慢咁樣麻木同埋失去。所以好好感受翻自己，你成個生命咧就會有感覺多好多噶啦。